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區塊講解王。我哋呢個頻道用最簡單嘅廣東話去幫你講清楚乜嘢係加密貨幣、區塊鏈、Web3 背後嘅科技同原理，唔係炒幣，唔係 sell 夢，就係想你真正明白到底呢個技術係點樣運作，同埋點樣影響我哋未來生活、資產自由同埋網絡權利。咁大家有冇試過喺 YouTube 成日都聽人講區塊鏈係未來，但係心入面有心諗，喂，究竟咩嚟㗎？係咪有一個炒作啊？係咪有呃錢㗎？唔緊要啦，今日我就用最簡單嘅一啲做例子，5分鐘內令到你真係明白乜嘢係區塊鏈，佢點樣運作，同埋點樣佢有機會改變成個世界。咁區塊鏈英文我哋又叫 blockchain，簡單啲嚟講咧，就係一個唔可以改，大家一齊持有嘅記錄系統。所有資料咧都好似區塊一個個 block 咁樣嘅形式去儲存，每一個 block 都會連接住前一個 block，好似一條鏈咁樣串住佢哋。每一次有新嘅交易啦，就會加一塊新嘅積木落去，形成一條唔可以逆轉嘅歷史記錄。咁用啲比較簡單嘅比喻啦，例如你可以想象區塊鏈就好似咁，你住公屋，房屋署咧就會記住你住喺邊層樓幾號單位。而家唔止房屋署記低，而係成棟樓所有住戶一人都有一本一模一樣嘅樓書，咁寫住你住邊度。咁如果有人想改你嘅地址，佢就要同時改變晒全棟樓幾百本樓書先得。咁基本上就冇乜可能。L 或者例如 WhatsApp group 啦，所有人都睇到對話記錄。如果你想改舊嘅信息，冇乜可能嘅。呢種咧，我哋就叫去中心化，冇一個人話事，大家一齊監察監管。咁點解我哋成日話好安全呢？咁每一個 block 上面都會記住三樣嘢嘅，一就係新嘅資料，或者我哋交易啦；二就係上一個 block 嘅指紋，或者我哋叫 hash；第三就係自己嘅指紋，我哋自己嘅 hash。只要咧你改變中間其中一個 block 之後，所有嘅 block 都會出錯噶啦，咁即係成條鏈就會斷。而家全球成千上萬部電腦都會驗證住呢條鏈，大家咧都要認同先會寫入去個記錄嗰度，唔係你話想改就可以改。咁點解大家咁中意講區塊鏈啊？其實重點咧唔係區塊鏈呢三隻字，而係背後帶嚟嘅三樣嘢。第一就係信任，唔需要靠任何中間人。二就係資訊就公開透明，大家都可以 verify，大家都可以知道發生咩事。第三就係唔可以擅自更改，就係因為呢啲咁嘅特質，令到佢非常之有用。想象一下，你可以喺唔識對方嘅情況下，你都可以做到啲交易啊，做下生意啊，都唔需要俾人怕，俾人呃。咁呢樣嘢，我覺得係以前就比較難可以做到啦。咁佢究竟可以點樣改變世界咧？你可能問，而家有啲地方其實已經用緊區塊鏈嘅技術去做緊而家嘅嘢啦，例如跨國嘅轉賬啦，用比特幣啊、USDT 啊，分分鐘搞得掂噶啦，唔需要成日等成日，仲唔需要收手續費咁貴。或者啲物流追蹤，例如啲大型嘅超市去追蹤菜啊、藥品來源啊，肯定佢冇俾人換咗啊。或者啲選舉投票嘅系統啦，資料公開透明，可以驗證嘅，唔需要驚你自己個票俾人改。第四，就係合約自動執行啊，智能合約，例如你做個 Airbnb 係咪自動收錢就自動鎖門？咁下集我哋就講多啲乜嘢係智能合約嘅。咁記住嘅重點係咩啊？就係資料透明，唔靠中間人。唔驚人哋改數，咁究竟佢有冇壞處咧？咁梗係有嘅。咁區塊鏈咧亦都唔係十全十美完美嘅，係咪？咁有啲舊嘅系統，例如比特幣咁樣啦，係比較慢啦，比較食電啦，係咪？或者第二啦，就用錯一啲方式咧，其實佢有可能俾人當係一個洗錢嘅工具，或者太過分散，就好難可以改變個規則或者升級。不過，其實而家已經有好多新嘅技術開始解決緊呢個問題，例如 Ethereum 以太坊已經改用咗 Proof of Stake，就比較環保好多啦。咁我哋以後咧，我哋都會講多啲關於呢啲新嘅解決方法、新嘅技術。咁總結一下啦，咁區塊鏈咧就係一種唔靠中介，大家都可以共同驗證，唔可以改嘅記錄技術。呢個技術咧就令到轉賬、投票、物流、記賬更加嘅安全透明。咁仲有呢個潛力，佢通成個社會更加開放啦，更加互信啦，冇壟斷。好啦，呢一集去呢度啦。咁記住呢個 channel 咧，我唔係教你炒幣，唔係喺度報料，而用廣東話去解釋 crypto 背後真正嘅技術同埋理念同埋未來嘅可能性。如果你中意呢啲深入但容易明嘅內容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留言話俾我知你最想學邊一方面啦。拜拜。